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嘅，我是吳依容。我看到我所看那个人工嘅录地吼，也个基本人呢係同成人呢同兒童有關。我哋講戲劇嘅功能啊，非常太寓教於樂。嗰種那一個除了成人呢，都會用看呢個做戲，成人呢都會懵當當嘅用看。基本人呢，我哋呢來賓都係太台中地區第一隻專職專業嘅一個兒童劇團，四怪嘅劇團小青蛙劇團嘅團長李新明，歡迎團長。嘿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明團長小青蛙劇團的團長。那我們小青蛙主要就是用各種可愛的玩偶來跟小朋友表演。團長講法就會覺得哇，真的很有兒童劇團的感覺哦。頭頭啊，我睇中央人工嘅時間，我哋一般啊就會覺得就這樣講話沒哈。團長說唔係哦，唔嘅蛋糕冇痛哦，好係一個下嘴硬痛哦。我一下子就要揪緊了，就要抽筋了，所以真的是不簡單呢。沒有，其實很簡單。我所謂很簡單是，我們會習慣這樣會比較輕鬆啦。對。那其實上我們人自己如果講話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，我們也是動下巴。對，我如果說，我告訴你，我頭都會暈掉。對，那所以其實就是你把人的身上放在偶上面，然後其實就很自然。但這些東西需要稍微去訓練練習。對，真的要練習哈。對。那這次呢，小青蛙劇團總體派到一個數到6對300年，6對300年的邀請，喺屏東呢有做一出戲，叫做《虎姑婆》，而且呢，還沒替代中快講下全客語的演出，是小青蛙第一次的。對。因為以前我們會加一點點客語啊，或一點點閩南語啊等等。那這次是因為特別的時間，所以覺得說我們應該整個用客語來試試看，因為以往我們會怕說小朋友會不會聽不懂，可是這個地方客家大本營呢，應該沒問題吧？哦，對，所以就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去嘗試。那我們也演了之後，就發現反應是很好，可是就問了小朋友，你們聽得懂客家語的舉手，一看，那只有2成，大部分人還是聽不太懂哦。所以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普及。我就本來以為說，我每次來屏東的話，應該聽到都是在講客家語的啊，所以他們應該都聽得懂。沒有，其實我們的下一代其實很多還是沒有像以往的環境裡邊，就是說它變成一個常態性。那現在我覺得這個還是真的需要去加強。係啊，都從唔但唱客話哈，不止客語，後來方面運用，遇到我們這個小孩，歸島的阿公阿婆啊，我們都說阿公阿婆都跟孫子講華語了，對，就冇講客，冇講後來誒。嗰種你們去屏東，就算客家莊演出，沒喺度到安尼嘅情形哈，就會聲音呢嗰種冇馬堂嘅是客話誒。對，其實反過來是我們像我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，就發現他們那邊的應該是說語言保持的就很好，就是說基本上幼稚園的小朋友，他至少會講4到5個語言，就是英語、華語跟他們本地他們自己的語言跟那個馬來西亞那邊的語言，這是最基本的哦。所以我們以前剛去表演的時候，我很多聽不懂的，我都是問幼稚園的小朋友，他講什麼，他就幫我翻譯。要不然能夠做全普通話、全客語的演出，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？主要困難是怕說，客語的語言跟國語，他在跟觀眾互動的時候，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地方？其實大致上的東西應該都差不多，可是有一些是語文特徵的地方。因為不管是閩南語、國語、客家語來講的話，它都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迷人的地方。那類似就是說，比如它的比較土話，比較鄉下的這些特點。那和這些東西的互動到底是怎麼樣？我們沒把握。因為沒有遇過，對不對？對。沒有遇過按你中快講下嘅。不過給劇本下出來，老師你們是找老師幫你們翻譯成客語嗎？對。因為我們真的會害怕說，這個南部的、北部的口音，哪邊的到底是怎麼算？對。然後在問的過程裡面就發現，哇，好複雜哦。那如果我們講不標準怎麼辦？因為我們這個還是有一點，就是說，代表性，就是說，你講出來有一點在教育小朋友的，所以他會去學。他現在這次聽不懂，他覺得哇，好好玩哦，這句話原來可以這樣講。
他会去学这个东西。所以如果你教不标准的话，那我们就很尴尬，就哇，你教错了哦，那个爸爸妈妈会抗议哦。那演员如果去学，就要去学客语咯。哦，要。对，那演员有没有哀嚎？觉得很难。其实演员会觉得很好玩。对，因为其实原来这样子哦，以前常听人家讲，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。对，其实会变成好玩的心态的话，你去接触就不会有压力。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会有压力，就觉得哇怎么办，这么多的台词。那可是后来我们用比较游戏的方式，然后比较互动的方式，其实有一些音你听一听，蛮好玩的，有一点接近了。对，其实会变成一个乐趣。那我觉得学东西其实就是要有乐趣在的话，你就可以学得好。包括语言的东西，尤其是小朋友就是在看这个剧，看这个剧的时候，哇，好好玩哦！好好玩的过程，其实就最好的学习。对。老师是原本学什么？为什么会成立儿童剧团呢？没有，我原本其实跟这个完全都没有关系的。那刚开始是因为我妹妹在台北的一个艺员布偶剧团，它是一个中日合作的公司，就是日本技术转移。所以台湾当初也没有这个东西。然后后来在那边做的时候，刚好我退伍的时候没有事情，他们说需要帮忙哦，那我就去好，那我就去2个礼拜帮忙好了。结果一帮下去就好几年，我们同学都说你不是去2礼拜，那能3年还没回来，我就被拉进去这个剧团里面。可是我们还按你宽一两天周期，你自己也觉得归奇妙很有趣，对，所以你就去学吗？跟他们学？应该说就踏入了这一行。对，你说学的话，其实以前是很糙的啦，因为他们把日本的那一套训练拉过来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从基本训开始，有没有像少林寺这样子吗？早上的话7点我们要先去台大跑步，跑操场之后，然后要发声那跑完之后回到公司之后拖地之后开始基本训，直走横走，因为我们要蹲着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是蹲着演。因为蹲着演，手举起来，那个偶的视线跟小朋友是仰角视线是最舒服的。那变成说你要让观众舒服，那演员就要比较辛苦，所以你要蹲着。可是蹲着你知道，在走来走去的时候是很不稳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基本训，就是你要可以走得很稳，不会跌倒，不能高高低低这些东西。所以3个月基本训，现在我都不敢用这个方式去训练年轻人，因为大概训练了1天之后就拜拜了，跑掉了。对，会受不了。我强迫你每天要给我练几个小时什么东西，那不会成功就0。所以我不如你每天练5分钟可不可以？你每天什么事情你5分钟，对，但是你要有技巧的去训练这5分钟，其实累积起来2个礼拜就会很好。那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体验了。因为我记得我刚进入到那边的时候去录影，然后那时候主持人好像是史安妮吧。然后我就是这一支，然后从他后面这样走过来，讲2句话走掉，然后回来之后那时候是录影带嘛，一看好挫啊，然后讲话那个情绪高低不够，所以很平，no，我觉得怎么这么挫？可那时候我进去剧团也才1-2个礼拜了，其实还没有接触到训练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怎么样呢？我就是晚上基本训练白天，晚上的时候我自己住在公司，我就随便拿一只偶，然后就听广播的时候，这个人主持人忽快忽慢讲话有挑战性，拿起来就假装那个主持人，还有，然后听到这首歌不错哦，拿起来唱歌，就是很放松的一个情境之下，你就把这个东西投入变成是习惯。那我常常讲就是说，你这些操作的东西你要去思考，我眼睛的角色对不对，然后我开合的节奏对不对，我什么，你要想这些东西那就完蛋。所以你必须要变成像我们吃饭的时候拿筷子，记得把这顾不夹，就赶快夹过来，你不会思考到我筷子要拿多长，我要怎么几度，怎么不会？为什么？太熟了，变成自然。那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，你训练到自己这些变成本能的时候，那这个偶就会有生命。古早团中如何刚他看的中医，你就加入以能的训练。训练后的，你后来就想要自己成立一个团吗？其实是这样子，应该是说这样子。第一个是父母在台中，那年纪大前觉得应该要就近照顾比较方便。第二个是我们当初儿童剧团来讲的话，它是以幼儿园、幼稚园为主的一个客户群。
所以当初有评估，就是台湾大概至少可以养活8家这样的剧团，因为以前那时候不是少子化的时候，所以小朋友很多。那你在中部的话，我到高雄，我到台北，我都一天可以来回。那以前如果在台北的话，我们如果到高雄，我们就要多住1天，那成本就增加。成本增加，要么你自己吸收，要么就是转嫁给幼儿园。可是这样都不是很好。对，所以说干脆就是来到台中自己开一个话，那你这些东西就可以去就近。对。所以一开始就会去国中幼稚园。对。去表演。对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大概1年都是150场左右了哈。那幼稚园以前的话，至少都100多场1年。现在1年大概5场。5场？你想想看，那个落差多大？因为少子化之后，然后很多幼稚园它变成说请不起，那干脆叫老师自己演就好了。对。可是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其实落差就会很大。那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除非是政府的力量介入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像日本的文革部，就是类似我们教育部，他们就是规定说，你每个幼儿园每个学期你必须要请专业的剧团来演出2次，这是算正式课程。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规定之后，然后所以上千个业余剧团成立出来，上百个专职剧团成立出来，然后一直到他们吵着要废除。为什么？太多呀。因为比电影院还多很多，就是他们地铁啊什么一出来，哇，小剧场一堆。太多呀。对，已经很平均的。可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规定，所以他们的幼儿戏剧在国际来讲的话，他们就一下把我们拉开来。原本他们可能比如说比我们本来就比我们先进一点嘛，他们可能是国小6年级，我们可能是幼稚园大班。我们一直在追得很快，可是后来他们这个规定一下来，叮，他们就跑到高中去了。就是几年的时间跑到高中，可是我们还在幼稚园大班1年级、2年级就追不上这样子。对，可是追不上也不能停啊，因为小朋友就一直长。对，所以就算是政府没有很强迫，可是我只能教学的时候一直拜托幼稚园的这些老师，就说要靠你们。对，靠你们把这个东西拉快，因为小朋友就是一直在长大，那你不这个时候不给他这些好的东西，他很快就几年的时间而已，他这个保质期就过了，就长大了。就太晚了。就唔会看戏嘅安尼。同一个团长分享过度吼，也做儿童剧团拍有过度的辛酸血泪史哦。原来了一下听过继续来请教团长。分享到这里，福喜来嘅现场，今日我哋有请到嘅来宾係四季嘅劇團小青蛙劇團嘅李新明團長。多團長有講到講，伊能伊做嘛去成立好安尼嘅劇團，因為好多嘅嗰度功力哈，就自己來整一隻劇團。我哋現場有看到嗰度啊，嗰啲電影、嗰啲電影下嘅員工小青蛙劇團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偶，對不對？然後我的額頭都總嘅員工現在在團長那來示範一下什麼叫活着的偶，額頭都會洗黑的。不是活的，我剛剛睡覺而已啦。對的，我現在醒過來了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真的呢，就有差別呢。是啊，你看我那麼美麗，我叫大鼻美麗龍。跟電影下，這個就是老師講教學的偶。對，我們教小朋友用襪子，然後做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偶這樣子。真嘅呢哈，對你們來說偶就是偶哦，你幫他配的時候是一回事，可以對話 S 節是另一回事。對，因為其實就是你要怎麼樣讓它產生一個生命。那我們所以其實很簡單啦，我們像這個最簡單的，我們常講嘛，常講人的眼睛是什麼？靈魂之窗。那我們偶要給他靈魂，所以給他一個眼睛之後開始，你們知道我是誰吧？你應該是青蛙吧？不是啦，你看清楚。
哦，蚊子吸我的血，哎呦，变成什么？别跑我头上！这只好可怕的蜘蛛，哎呀，你走开，掉到水里，变成水母，还飘过来，飘过去。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啄木鸟。啊，你怎么又变啄木鸟了？我不是吗？哇，我变成一只老虎狗。我是老虎狗，我最喜欢吃没有我吃的东西，没有骨头。那算了，我走开。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你只要有一个眼睛出来之后，就是你的视线。然后你开始配上你的声音，把你的节奏带上去，它其实就会有很多丰富的东西。然后你看按 C 大概也可以哈，中的啊，还有旁边这个，你们的那个我们的标准的哈，标准的其实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玩偶啦。什么标准的？是最帅的呢？最帅的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很辛苦哎，我是一只非常非常勤劳的青蛙。其实，我也没有很勤劳，我就天天工作24个小时而已嘛。24小时太累了吧？不会呀，反正我又不用吃东西，不会累啦。团长，我从我的角度，因为亚团长还对我公发，各种看到个怪的正面是对我嘛，很像，真的很活灵活现。团长能青蛙来对一下那个这个镜头好了。Hi, hello，我是一只你说，最酷的青蛙，因为我今年3岁了，3岁很酷吧？小朋友3岁的举手。哇，吓死我了，这么多人3岁。同学好。哇，原来压力用记录还安尼，这样1.5年的时间，俺不能够都讲要2个人来操作，不用1个啦。1.5年如何？对。哇，各种压力用记，哇，你可以1只手就把它2只手去做得好灵活哦。我要去散步，等。基本上是这样子。然后小朋友手指头不好意思，不可以放嘴巴。像亚个人工的感觉比亚韩国难嘛，比这个更难。对，因为应该是这么说，这种偶操作难，但是它表现就比较容易。那越简单的偶像那个小猪，简单，可是你要操作很细致的东西就很难。为什么？它的手那么短，像它就很简单啊，你看它可以比你肢体语言，对，它可以抓。那像它那个手这么短的偶，你就必须要怎么办？它头痒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要去想我要怎么演。要做归难的都黑，你的手举起来，用哪些狗突才对，才会像对真的人。其实应该是说，这整体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节奏。你怎么样把它的节奏跟你人体的是放的一样？就是你不要违反它，比如说现在违反一下不要怪我痛，我手很痛真的。如果我们人的手就会被折到很痛了。那其实他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偷偷折，他被他发现了。你好像没有一刻是可以忽略他就是他就是真的一个角色。对，他只要在手上，你就要让他有生命。那我们以前常常录影嘛，儿童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要出外景。我们到百货公司去，也是一样啊。录完影的时候，旁边就会有好奇宝宝，小朋友会看嘛。然后我就跟小朋友，你要跟我做朋友吗？那握手一下。他就不好意思，手慢慢伸出来，我就趁他伸手的时候，我就他整个脸都红掉了。然后他就自动把我切割，就我明明那么大一尊在这里，可是他就觉得那一只是真的，然后就跟他这样子用。对，那其实这个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怎么样把他的生命，我常常讲，就是说他的生命特质你要把它释放出来，那他其实就有这个灵性，那小朋友就会被吸引。俺能讲操偶的境界就会安呢，明明黑人在个操作诶，不过因呢都会引看到人工诶，我没看到，就是人可以隐身在这个偶后面。对，所以我们也是以前
刚开始的时候接触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儿童剧场的一个概念，说穿黑色的，因为黑色代表没有，黑色代表没有，所以你小朋友你看到黑色就是没有，可是讲实在的，小朋友看到黑色的，他就会说手，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，最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，其实重点不在于黑色，重点在于他有没有灵魂。他如果可以操作的很灵活，有灵魂的话，其实不会去 care 这个你有没有黑。你走到法里比包没唔怕，花花的也没有关系。对，重点是他到底操的好不好。从头到团中给输纯粹一呀要跟小朋友握手那个。就是你要离多远这些都会影响到他逼真的程度。从亚哈，你看你可以休息你在干嘛？我打个瞌睡而已嘛，那么计较。你会看起来很轻松，可是那个训练其实2个9就你训练到我刚讲的，就像吃饭拿筷子一样，滚瓜烂熟之后，其实就会变很轻松了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会脑筋会打结。你给滚瓜烂熟1球要花多久时间？你觉得方式很重要。如果你方式不对的话，你可能练了3年还没有办法。但是你方式对的话，你可能3个月就可以很棒。这个落差是很大的。所以是后来我要再去美国表演，再去各个国家，日本，然后再吸收别的地方的一些专业操偶的，然后再把它沉淀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。等到你自己再去吸收，会抖东西。对。刚刚人家小青蛙剧团的规模很有呢，有多少个团员？我们现在专职的有10位，那 part time 的有大概20几个。其实不算小没啦，小青蛙。真的吗？小青蛙。可是按到东西，像人工的编剧一出戏从头到尾都是你们自己团员自己处理。因为我们团员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要求他们要有第2专场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演到50岁、60岁，你不能演了怎么办？那你就没有工作了吗？你就不能做这一行了吗？所以我当初他们进来的时候，我都要求说，你除了演出是基本配备，那你还喜欢什么？比如说你会编剧，你会做道具，你会画布景，等等这些相关的，只要相关的都可以。那你觉得你有兴趣哪一个，我就培训你这一方面。那接下来公司一样，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去做。那等到你真的不太能够演的时候，你至少这方面都还可以持续。不是我会想到伊能最后是港一边的剧团可以做久，可以做很久，希望让他们可以做很久。对，我不希望说你都已经演了几十年了，所以这方面应该你的资历是很好，你的知识是很棒的。可是因为你体力不行了，你就不能做了吗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说我要排除掉他们以后因为体能的关系不能去工作，这是一个我觉得不好的。但是这是很现实的。你不能再叫一个年纪这么大，然后你要让他穿一个袄，穿袄很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穿上去，动一动、跳跳舞，它就是三温暖。而且整个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穿得很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之前刚开始创的时候，有那个没有那么熟悉的团员，没有用很紧，所以跳舞跳，身体一转，头还在这里，他就。你知道很好笑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要求一定要动得很紧，可是用得很紧，在里面什么东西，所以它整个空气是很密闭的。辛苦。所以你的那个包括你的呼吸，你的所有的东西，它所以只要穿上去，你不用5分钟，就算你不动，只要5分钟，你一定整个都是汗。对，所以基本上你说你叫一个之后，你到了40岁、50岁、60岁，你还叫他去穿这个东西吗？那真的是不一定可以啦。但是他反过来，他这方面的技术是绝对是成熟的。所以他可以，比如说做偶，他比如说做衣服、做道具，甚至教人家怎么去表演。就是你没有在做演员的时候，你变成老师，你变成各方面的这相关的师资那样子，然后你从事一样的工作，然后变成说就不会浪费嘛。第一个是我觉得人才不会浪费。第二个说他有后续的工作可以持续，不会说因此就等于说好像被抛弃了一样。
对，为了小青蛙剧团的人啊，如何用的人？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团员都是幼保科比较多。哦，喜欢小孩。对，其实因为这个要有耐心。很多人还说你们这个剧团一定是演艺科的吧？我说有，可是不多。反而是幼保科的多，因为幼保科对这方面他比较有耐心，对儿童。对，然后所以对儿童有耐心的时候，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他有成就跟乐趣在里边。对，就是说你表演完一个的时候，你看虽然很累，可是你看到小朋友那种欢笑，所以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，就会很高兴。讲到如何儿童剧团当然观众如何声音呢？跟同一个小观众互动，我有乜个奇妙的事情呢？让你了解下，听歌继续来唱高团众。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来宾係世界嘅劇團小青蛙劇團嘅李新明團長。多多團長講到吼，團員有許多係幼保科，幼保科嘅學生嘅，故作伊呢都會中意聲音嘅，喜歡小孩，所以會想要來兒童劇團。當然呢，觀眾啊，小朋友不好處理呢，有沒有什麼互動有趣的？有，比如說我們這隻青蛙，它是樵夫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剧，就是那个他不是樵夫要把砍树的时候斧头要掉到水里面，然后神仙就会捡起来。然后这只青蛙就砍，一掉下去，有个小妹妹就跑过来，给你啊！那只青蛙就有点尴尬，可是小朋友是做好事情，因为他帮他，他就谢谢你，小妹妹你好棒，就接手过来继续砍，再砍斧头再掉下去水里面。这时候3个小男生，给你，我们就。然后我们这个演青蛙的团员就紧张了，他 boss 怎么办？演不完呢。我刚好是演神仙，我就说没事，我来，准备继续砍，他就砍，斧头一丢下去，我就忙站起来，等一下，因为我看到前面10几个小朋友那个 stand by 就是已经准备起跑了哦，要往前冲了。我等一下，小朋友不要急，坐下。我来就好了哦，就可以继续演下去。就是你演出，对，你会碰到很多状况，那这种状况是你不会去想到的。因为小孩子如果融入个剧情，对，所以他会很当真啊。对，所以你其实不是小朋友，大人也会融入剧情啊。我们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，那个也是大概300多个小朋友这样子，然后我演是小偶的大野狼。然后演，就有一个妈妈在这个角度，就是哇，就她的声音压过300个小朋友，那我真的忍不住了。然后我演那只狼，我就转过来，那个妈妈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呢？然后就停5秒，停5秒之后，哇，更大声，我就我受不了你了，我继续演我的戏，我就继续演，就是那个妈妈已经。比小朋友还更融入到剧情里，比他觉得是真的，然后所以他已经受不了剧情的内容，就一直笑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会碰到类似像这样很多就是稀奇古怪啊，你没想过的啦，什么样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在澎湖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去演，然后那演的时候有4天，然后有1天是要休息，那就是有个启智院的老师就来找我们小朋友好想来看部偶剧哦，可是这个没有办法来，可不可以去我们那边义演？我一听到好，等一下，我不能马上答应，为什么？我每一个团员我要询问，来义演没有钱的哦，好，没有钱的好，OK， 我们那天就去演，那演的时候也很好玩。那天我是演唐三藏，然后出来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剧，那一出来的时候前面就哗啦啦，我想说，哎呦，今天效果不错哦。好，我就继续演。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会有骚动啊？对，因为我看不到前面，我们有一个布偶台，所以我看不到前面，然后我就继续演。演完之后，他们就告诉我，因为你在演唐三藏的时候，他穿那个袈裟、斗巴，所以你一出来，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一看到啊菩萨，他就跑到前面去跪着，
拜菩萨，那所以其他小朋友看到要拜拜啦，全部跪在前面，那所以全部都在拜我，然后所有的老师跟家长都憋不住了，所以整个笑出来，然后所以我就不知道说，原来我在演唐三藏的时候是被拜的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趣味的事情，然后或者是危险的事情，危险的事情像，台南，我记得是台南某个幼稚园，我们在户外演，然后一演完，我刚好一转头看到我们的岔头，起火花，我就赶快冲过去拔那边的岔头，就因为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底下很热，然后我们接那个电的时候，然后它可能暴露在太阳晒的地方，所以过热的时候刚好险是我转头看到，如果我没有看到它，滋过去可能就不知道了。对，那我们也知道说但就要很小心，只要有户外的地方，那过热的地方安全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去考虑。哇，真嘅係到宠会赌都会冲空，某 Q 用，而且你们就算同一个剧因为小朋友的反应真的太难预料，每一场没某 Q 用呢，都不一样。像我们虎姑婆也是就是虎姑婆主要是怎么教小朋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爱干净、不洗手，那我们不是课余版的有演。那我们之前还有演过简短版的就是只有30分钟的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现场，我刚好就是看到有一个妈妈抱了一个2岁的小朋友坐在前面，然后虎姑婆一出来，哇，太怕了，小朋友会哭，那个小妹妹马上就那妈妈就把她安抚她，然后眼睛把她遮着，然后开始跟她讲，然后讲，因为我们的有很多互动，所以他就会好奇，说小朋友在讲什么，为什么他就会偷偷的把妈妈手拨开看那个缝，然后看，就开始跟着小朋友一起骂那个虎姑婆。所以30分钟，他从害怕哭到投入，然后不怕了。那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妈妈带得好，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家长是这样的，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哎呀，快点就把小朋友一抓就带走。那带走的时候，第一个小朋友他的阴影还是在对啊，然后还是会有这种害怕的情绪他以后搞不好更害怕。我们有过就是早期的时候，很多的家长观念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清楚，一演完，然后就把小朋友拉着从后面到前面舞台，然后说快点，主持人，你叫他把那个偶头掀开给他看到那是假的，他就不怕了。我们就要开始教育家长，看到这个小朋友，他大概现在是5岁，我就告诉小朋友，就是告诉妈妈，现在这个小朋友他的脑细胞在发展，所以我们不要破他的想象空间，因为他现在很重要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就借那个机会，我们就是开始也是教育家长，教育很多老师，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破坏，我们就开始跟那个小朋友讲，小朋友你刚刚是不是很怕那个大野狼？对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他被那个猎人先生抓去动物园关起来，而且有一个秘密猎人先生答应说要跟你做好朋友，要保护你他就很安心，你知道？对，其实你一样用戏剧的模式去安抚他，他自然那个时候就不会害怕。对。可是大家长大，他知道那是假的。对，长大会知道。对。可是没有关系因为长大之后，他那时候脑细胞也已经没有那么大空间了，所以 OK。可是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要注重。唐开出团长如何过喜欢声音呢？又过喜欢戏，古总会讲到眉飞色舞讲到演出的时候，不过经营剧团真的就是过难的事情，很困难。我不要讲这一次的我们讲之前的 SARS 就是了。之前 SARS 也是我们都巡演的宣传都做好了，然后准备要开始卖票巡演了，也卖了一些了，就 SARS 来了。那我们要演还是不演？因为要演就是赔大的，不演就是赔小的。可是很多家长小朋友就我们等了1年了，我们很想看，我们不怕，我们要去看。你很想看，你要去看，好，我演。古总很黑做。对，那问题是你知道，演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几个家庭在看而已，那个1000多个场子就是包场的这样子，包场的感觉这样子。他们看得很开心但是我们就演的有一点滴血的。对，可是没关系，他高兴就好，因为我们只要是答应过的小朋友的事情，除非他们都不来，那我们就 OK 放心的，就我们可以好好的退票这样子，就赔小一点点。可是他们要来，好，我一演就赔大一点，所以那一场巡回下来就是赔200万。哇，你也是很赶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答应的事情不管怎么样，除非真的你
像比如说现在，政府规定不能演，那我就没有办法。可是政府没有规定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不像这一次的疫情，政府有经验。以前那时候 SARS 的时候，政府还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它很多东西都没有这种法定。但没有法定的话，就变成说，对啊，他们买了票，讲难听一点，他们是有权利可以，对不对？我当然可以办退票，可是我觉得会伤了小朋友的心。那我就演吧，就这样子。像头都一开始团长没有讲到少子化，无从头摆按后周诶，刚刚人家他会开发更多元的经营角度嘛？会，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做啦，比如说教学的各种东西，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，这些都是我们在教的时候会教小朋友，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生活上面不要的东西，或者是说垃圾好了，你把它变成宝，那怎么样变成宝之后让它有生命力，然后可以跟你互动，可以去玩，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主要是不是宝的问题，而是激发小朋友的一个创造力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小朋友，如果我们要跟我常去大陆去帮他们上课，我就发现你要跟他们竞争我们的优势就是你的脑筋比较灵活，因为我们没有像那边那种降化式的那种教育了，所以我们讲实在是比较灵活。可是到底可以赢他们多久？因为他们那边的进步是跳的，我们这边是阶梯慢慢走，所以其实他们会追得很快。所以我常常在强调说，我们的优势我们一定要抓住，掌握我们自己独有的优势，你在竞争上面你才不会输给人家。沙哈瑞团长还有什么计划？还有哪个想要做的事情？我们像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刚好进驻在一个台中的港区艺文中心。那进驻那边就是它有一个教室，那我们就运用那个教室，把我们累积的这一些教学的东西啦、演出的东西啊，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培训基地。对，然后希望说从那个地方可以再教更多的师资，就比如说附近的，甚至是妈妈啦、爸爸啦，然后老师啊，都可以来学习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把这样的东西带到生活层面上面。好，非常感谢今日李新民团长同我们分享的故事，多谢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，希望有机会大家来看小青蛙剧团的表演哦。多谢，各乡亲朋友，我们了一下听个谈论欣赏，好好运动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們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